炮狗講，喂，我啊，鳳雞先生啊，我鳳雞先生當然想幫你啦，知唔知道？所以第一件事，我一定咧就會提醒你噶，我要提醒你一定要食藥，你唔食藥唔得噶啦，知唔知道？好冇？所以第一件事，你一定咧嗱去買藥翻嚟食一食先，鎮住自己啲情緒，你嘅情緒好高漲啊！而家好冇？當然啦，呢個鳳七先生冇料噶，佢嗌賣仔嚟噶嘛，係咪先？佢個嗌賣仔會驚動到你咩？係咪先？炮狗公你一定咧可以咧搞掂雍靜靜嘅，好冇？所以我對你非常有信心你唔好俾我失望，OK？